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停业整顿，让我们抄这些日子来这吃饭的九川外使的名单，这就是影响酒楼的生意啊！对他有什么好处？这岳侯爷根本就不是来管生意的，分明是受了二少主的指派，冲着六少主来的。岳侯爷并不重要，关键是二少主究竟想做什么？一动不如一静，且忍这一时，以观其变。写得如何呀？有气，还请自行消解。毕竟是嫡长主命我来协管酒楼。这几日往来的外乡客很多呀，一座新川酒楼竟然汇聚如此多的外乡客，像什么话呀？得知会伙计们，等酒楼重开之后，便不再接待外乡客了。侯爷此举怕是不妥吧？这酒楼设立之初，本就是为了让在新川工作的外乡人能有归属感。若是不再接待外乡客，开这酒楼有什么意义？此规矩即日施行，不得有异。侯爷虽奉命协管，但我们是酒楼的东家，有不合理之处，我们说句话还不成了？不同意？那好，你们就不用再管了，回家相夫教子，大家都方便。我户政司人才无数，随便调几个人过来，都能经营好这座酒楼。怕是息事宁人不了了。现在就得想个办法治他。父亲，你们这是要做什么？儿臣斗胆誓死弹劾户政司万乡侯岳侯，他妨碍九川美食会经营，罪行罄竹难书，儿子实在是不能容忍。父亲，户政司确实干涉过多，便是儿臣也不能不管了。二哥派万乡侯监管酒楼，可他真不干人事儿啊，完全忽略了做九川美食总会的初衷啊！还请父亲收回成命，只要岳侯爷不干涉酒楼经营，儿臣愿做牛做马，誓死效忠新川。就算收回儿臣全部半数家产也成。是的，父亲。哎呀，听起来是有些偏颇。可户政司协理酒楼，也是分内之事啊。六少主求见。宣。主上万安。你也是为老二的事儿来的吧？二哥什么事？二哥怎么了？你不知道吗？二哥他。儿臣是想禀告有关新币一事。这新币虽非九川事务司之事，但是由儿臣提出的方案，也有意向九川流通。这如今户政司缺少人手，九川事务司责无旁贷。哎呀，但是让你插手户政司的事，分责不清。你若是有什么构想，尽管报呈。是，儿臣确有普及新币的想法，请主上过。老刘，你看他为什么不替我说两句啊？难道老二这么搞，对你的夫人、侧夫人就没有影响吗？不是你们哥俩那哄，我就不掺和了。再说你那大美食会也没少受嫡长主指点，你怎么还弹劾人家亲舅舅呢？这不合适。你点我，我这是知错就改，善莫大焉，不行吗？行，我这不是来了。哦，这办法好，你是要转移父亲的注意力，真正的正事来了，这酒楼就好办了。你小子可以啊，这么快就把这个奏折写出来了。父亲是父亲，但更是主上，肯定以大局为重。只是这时间短，奏折还是写潦草。挺好。三哥，这岳侯爷只是个幌子，嫡长主是不希望我跟外传来往。你啊，别再被当枪使了。
就是啊，三哥，我知道你只是气不过府中女眷出走，想在他们面前露脸才去捣乱的，是吗？说说吧，三哥，你太幼稚了。我知道，哎，知道就好啊，太年轻了。谁年轻？不是你们两个教育我，我是你们三个。哎，你们俩什么时候配？主上，小人以为六少主虽奏的是新币的事儿，但说的还是弹劾。你很少插嘴这些。小人知错。起来吧。谢主上。不知道老六是意有所指，不过这次老二属实过了。顾名护政司协管就是让他盯着，别出乱子。哼，他倒好。起初他认为老六会利用尹传拉拢外川，如今看来，也就是老二认为他有此心，故让旁人盯着。都未见他有什么出格之举。宴请的时候，也只是谈了一些九川事务司的公务，倒是比老二还可靠一些。主上看来已有打算。侯爷，菜已经备好了。其实，今日宴请侯爷，是想说，不如早日让酒楼开张。一直封馆，原本的客人恐怕会留不住。侯爷受嫡长属之命协管酒楼，若是将好好的铺子弄得关了张，也怕是不合适。上等普洱，侯爷笑纳。其实，侯爷近日的教导，我们都听进去了。只是这酒楼再关下去，怕是我们谁都捞不到好处。侯爷在户政司任职，应该知道。我们行商缴纳的税银不少，如若再关门歇客，贵司的亏空多少，侯爷心里应当清楚。为长远计，推行商道，大利民生，这一点侯爷心里明白。如今酒楼已整肃多日，若再关下去，我想主上亦不会乐见。是该开张了。但是本侯有个想法，待得酒楼重新整改之后再行开业。这些日子，你们就在家中想想菜色，不必前来应访了。侯爷，这是我们开的酒楼。正因为是你们开的酒楼。有几个客人是真心实意前来吃饭的呀？啊，这么些个女子在酒楼里头迎来送往，都成什么了？知道外头人都说成什么样了吗？传话的人嘴巴不干净，难道还要怪罪受累之人吗？那外人怎么不盯着别人，专盯你们呢？天天抛头露面，说白念了呀？侯爷明鉴，我们不是不知道流言，是不能在意。只要做事儿，
就肯定会有人非议。如若只在乎他人眼光，那必定一事无成。即便是流言，能有人好奇酒楼是何模样，也算是争取客源。能不能留住顾客，才是我们的本事。老五老六纵容你们，但本侯不能不为新川的脸面着想，就这么定了。岳侯爷，新川主旨意，酒楼不再由户政司监管，可重新开业。主上之意。新川主是何用意？岳侯爷难道还不清楚？无论是方式改革推行货币，还是让女子外出营生，这都是为了新川的将来。我知道侯爷对女子行商颇有成见，但这酒楼在他们手中经营，却比从前好上数倍。由此看来，你我肩上能担的，他们同样也可以。停业以来，户政司已经损失了1426流水米。侯爷再这么闹下去，这方式改革可如何进行？我身为九川事务司协理，按律可就此事弹劾侯爷刚愎自用，滥怠公务。放肆！一个小辈竟敢如此以下犯上！救侯爷息怒，救侯爷息怒。这老六说的不无道理。这段时间您打着户政司的旗号这么闹，连累的不只是咱们这2家小商铺，外头行商的也跟着受牵连。他们就怕户政司下一个收编的是他们自己，所以父亲才下旨让您别管了。我不管可以，但是你要向我赔礼道歉。我素知你平日里半杯酒都喝不下，但是你这目无尊长之事，总该有些自觉吧？晚辈方才出言不逊，还请见谅。你若真是想向我敬酒，总该要有些诚意吧？我替老六把。岳侯爷在朝上能说得上话，这口气得让他出了，要不然日后隔三差五的找茬更是麻烦。老六心里深知这一点，也不太侯爷，六少主有未及，喝不得酒，不如我来。你未经允准，擅越你夫君与我谈话，我是可以让内务厅惩戒于你的。岳侯爷大人大量。哼！可以。水来了，侧夫人。多让人心疼啊！其他少主15、16岁的时候啊，
主上就会带着他们见客，也算锻炼了酒量。咱们少主呢，爹不疼娘不爱的，所以这酒量也就……侧夫人，咱们少主心里多有数啊，他准是知道今天这酒躲不过去，还不是为了您出头吗？换个耙子。以前这些活儿都是我干，如今呐，我可就交给您了。啊，那个我去厨房，吩咐他们熬点醒酒汤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多谢。哎呀。你要是想看球了，你就去看。二哥可以欺负我，但我不会让他欺负你的。你不会让他欺负我。谢谢你，以后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这父亲真是昏了头了，竟然如此纵容老六。他那2个女人天天都在酒楼里，他自己也整日在那儿迎来送往的。那儿外圈的人那么多，说没有猫腻，怎么可能？他毕竟是九川事务司的人，与外川来使交往名正言顺。何况父亲早就派人盯过他，也没有治他。正是。这些时日我也发现，主上的人似乎比我们盯得更紧，但是六少主那边确实也没什么把柄啊。原本舅爷步步紧逼，也能让他们知难而退，可是现在老六拿新币的事架着咱们，不好再插手了。舅舅，还请您继续派人盯紧他们。狐狸尾巴总会露出来的。放心，我们绝不会放过任何细节。来，3个，哎，这肉怎么样？香香哈。苍川的，九川美食会送来了。也是啊，说三嫂，现在是前3嫂啊，老是给我们家阿静还有李维送好吃的。就这羊肉吃了好几回了，但确实香啊。这羊肉好，不膻，这骨头都是软的，不像咱们新川，全是硬骨头。呀，老六啊，你平时不是不吃羊肉吗？怎么跟李薇在一起之后也吃上了？爱屋及乌。哦。哎，这毛肚好啊，得蘸韭菜花吃。前3嫂说的。呀，我看你也有韭菜花啊。有。哎呀，老六啊，你一个不吃韭菜花的人，怎么跟李薇在一起之后也吃上了呢？刚不说了吗？爱屋及乌。哦呀，忘了。这面筋好啊！我们家静最喜欢吃的就是面筋，尝尝。那前3嫂跟李薇也爱吃，是，要不得人家能玩到一块儿去，最近也是奋进。我这最近啊，就经常想我们家阿静。你别看我们平时在一起打打闹闹没个正形，只要我跟他一道歉，他一准高兴啊。够了，一口都不让我吃是不是？咱兄弟多久都没坐在一块吃饭了，刚一吃你们就拿话点的我，过分了啊！没那意思，三哥啊，想多了。来，多吃点啊。
哎，不过这话说回来，咱们三个为何许久没在一起吃饭了？啊，我知道，你忘了？三哥最近忙着和九川美食会打擂台，没空啊。干嘛呢？低头认错，还低头认错？我看他就是去洽谈合作，面壁思过。来，咱们吃。诸位，我们九川美食会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停业整顿，今日重新开业。先推出试吃活动，童叟无欺，1两文银，畅吃九川，特欢迎女宾入内。店内座位有限，大家排好队，先到先吃啊！来，本店欢迎女客，特别为女宾准备了出巧记的燕窝一份。来，大家排好队，排好队，都排好啊！来，这边，燕窝拿好。来，里面请，小心。客官，这蘑菇啊一定要烫熟才能吃。慢用。这是送您的。这位新川的朋友，一边吃饭一边看书，容易胃疼。那不行，我京都的童装特别努力呢。专心吃饭，再一心一意看书，更为有效。慢用。我们金川呢可真是努力，唱了一个，这还有一群呢。还真是劝不住啊。说别人呢，你不也一样？哎，看起来比上次宽敞许多啊！啊，装潢也好了。那个，哎，干嘛呀？这家真好吃哈！哎，你谁呀？去！你进来干嘛？出去！哎，那个，岳侯也是走了，但咱还是一家人嘛，是吧？我这次来呢，是想虚心的取经，顺便聊一聊合并美食总会的事儿。谁跟你美食总会？出去，走！哎，别，等一下，海棠，让他进来吧，只要不惹事，来的都是客。不过，你必须点够10两银子的菜，吃不了兜着走。兜着走。点呗。白月香，来，谢谢。海棠姐，谢谢，舅舅，谢谢。我们元一先生的。其他人的月钱我已经发下去了，我把这铜钱和银子都换成了新币，按投资的份例发给大家。这新币很好用的，放在身上也很安全。这店里的生意这么好，我们是不是得开一些新的店铺了？哎，我同意。秋风跟立冬呢，也是我们单川的，我们就商量了一下，可以挑一间单川的厢房里面摆上麻将桌，按时辰收费。日后营收了，还可以开个麻将馆儿。不错啊，秋芬的舅舅就是开麻将馆的，他会着呢。而且大家挺爱吃辣的，单纯菜卖的特别好。我想美食会的第1家分店就专门做单川菜。好，或许我们真的可以做成女子商会，让新川女子都能出门工作。这个主意好。新川的女子实在是太可怜了，就应该多帮帮像我们这样的人。你们有这个想法，没有那个功法傍身可不行啊。日后店开多了，我一个人可保护不过来。我是这样想的，有想学武艺的女子，我可以先免费教她们，剩下的事儿就日后再说呗。能不能先教我一些基础的，能够一拳打倒老三？太简单了。对，就打他。孙武，我特别好想你啊，好想大家呀！你们有没有想我？想啊！都已经成亲了，怎么还是跟小孩一样？没有办法，像我们这样的仙女啊，都是不会老的。哎，对了，我是想问问大家，我能不能跟着你们学做生意啊？现在宋武不是考上了吗？一整个书坊都交给我管了，但我也不太懂，你们教教我呗。那你得问袁先生愿不愿意收徒弟喽。袁一先生，我倒是觉得，如今李薇已经出师了，你可以自己收徒弟了。真的呀？那以后我就是李薇先生，
原因就是你的祖师爷。祖师爷？干嘛？学费啊。你还打人？你怎么还打人？我还打人！堵上你的腿！哦，所以海棠姐他们平时就住在店里啊？厨娘们也住在一起。等我们挣了钱，就给他们买个大寨子。哎呀，下雨了呀！可店里没有多余的伞。送我？就知道你会来的。实在是担心你。还不让看？你呀。那我们先回去啦。是不是觉得很玉树风铃啊？是玉树临风。走吧，回家。我们送你吧。不用，老五一会儿来接我。你们快走吧。那我们先走啊。走吧。怎么来了啊？你这身上怎么了？别提了，我今天晚上刚给父亲婚订完，哎呦训了我一顿。我眼看要下雨，来不及套马车，我就想着我跑着来接你，这结果一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把伞也摔坏了。本来不想让你淋雨的，结果你还是淋湿了。来，先拿这个擦一擦。哎呀，这也是。站过来点，别淋着了。来，走吧。哦，对了，我们今天商量，我也想自己做点生意。行啊，你有钱吗？你都不问我做什么生意，就不怕赔钱啊？想做就做吧。我想做一个女子武馆，教女子如何保护自己。你怕不怕别人说闲话，说你夫人凶悍？哎呀，往这边来点，别淋着了。闲话嘛，干自己的事儿，让那些傻子说去吧。真的不怕？你想，你我都敢娶了，闲话有什么可怕的？啊！哎呦，又说错了。哎，上官，哎。
你呀，长大1岁了，也该稳重些了。是叶隐先生，来，给我，恭贺新喜，谢谢。恭贺新喜，谢谢叶隐先生。下一个，太好了，等等我，曹夫人。对，哎呀，哎，过年好。真没意思，吓不着原因，也吓不到你。新年吉祥，红花呀！侧夫人，少主早就准备了，您看这大红包！哎，那我们等着。哎呀，仨啊！司总管，哎，这是您的，谢谢。这个呢是郝佳姐姐的，还这个就是郝佳姐姐肚子里的孩子的啊，麻烦您托人送过去。哎呀，侧夫人，你想的是真周到啊！但是这个啊是你的。哎呦，一会儿再拆。啊，少主，这个礼物可是侧夫人亲自给您做的，为了这个，她还专门跑去书房找所有姑娘请教很久。少主，我们先走吧。哎，侧夫人慢走啊！少主，你想笑就笑嘛！哎呀，都那么熟了，我也不会笑话你。哎呀，哎呦，新鞋！哎呦，我跟您讲啊，过年就是要穿新鞋，试试。哎呀，来，我新，怎么了？哎呀，这侧夫人太算了，安全了，来，走。哎呀，合适啊，合适。哎呀，送鞋去。拆童风了！快点，侧夫人。这个吧，这是谁给的啊？严先生。哎，这不是只有夫人才能掌管的对牌吗？郡主这是要把内院完全交给您啊！有纸条哎。日后静园一切事宜，悉皆交于你手。感觉沉甸甸的。哎，我感觉这个更沉。快拆！对，真的好沉，不会是书吧？应该不是能吧？这么小心吗？哦，天啊！是我的！这个男人也太无视、太无聊了吧？这才是好男人呢，直接给您献钱，我使的最好。我给您收上，我帮你收，你闻闻味得了，你闻。今年一定会是个好年。又是个暖冬，什么时候能看见下雪？怎么样啊？喜欢吗？我这鹅毛特意放到地窖冰的旁边，更有雪的感觉了。呀，没有了，没事，我再拿一个。等一下，
谢谢你。你这些鹅毛都是从哪儿弄的？啊，这都是内务厅送的。李维他们不是要给郝家送东西吗？我就想着，咱们也做点小孩的衣裤送过去吧。好呀。好。那个，新年顺意，自由自在。好，等我一下。没胃口，你忍一忍，儿子要吃的。他要实在吃不下，就给他换一些呗。没事的，夫人，少主给的妾都爱吃。他们开府还是有好处的，都不回宫吃年夜饭了。今晚，就算让我和父亲母亲吃了顿清静的饭。但到底冷落了你。等你生下儿子，明年赏你一起进宫，用年夜饭。还不如让他独自用膳，图个清静。方如，我不说你，你就不懂得克制。郝家他有孕在身，我理应多陪陪他。你又在这儿夹枪带棒的说些什么呢？明日初一，就让夫人进宫去拜年吧。你身子不爽利，就留在家里歇着。不拜年不好吧？我身子没事，可以出门的。你怎么总是想着出门呢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你大着肚子就应该在家歇着，而且。明日张神婆出关，我也派人去请。明天正好给你看看。是，妾知道。我吃饱了，想出去走走。坐下。郝家，你不是今天不太高兴吗？以前啊，都是你服侍夫人用膳，今天你让她照顾你一次。啊？少主不用了，让夫人去吧，真的没。侧夫人的姐妹们又送东西进来了，这次啊还有上官郡主的份儿呢。是吗？多谢了。这是上官郡主送来的，这形状是尿布吧？有心了。对了，有侧夫人母家的信，夫人特地安排的，准您和家人通信。您现在有身孕，一定很想家里人。佳儿，见字如面。闻讯知汝有孕，喜不自胜，唯贵婿夫人允准通信，方有信执笔，千言万语唯思念耳。能书信往来，足见受宠，于心甚慰，务必保重自身，祝好，盼复。侧夫人怎么了？你看到信不开心吗？不，我很开心，是我母亲写的信。少主，他只关心我腹中的胎儿，
当我母亲，她让我保重身体。我母亲只有我一个女儿啊，还是个侧室。这2年不知道她在家自己是怎么过的。侧夫人，侧夫人，您快别哭了，你太伤孩子了。我知道，但我控制不住。我的孩子，就只有我，但我没有，我连自己都保护不好自己。侧夫人，连月来您都郁郁伤怀，本以为您看到信，心情能好些。不然让6侧夫人他们来看看您。不行。女子做生意本就不易，他们日子刚好起来，绝对不可以再去找他们。人人都过得好，只有我这样。不过就是选错路，都是报应。报应。